多谢孟俊来讲，华盛顿小学6年级的同学丁立涵，伫去年以班为结合水彩的夜车真好耍，摕到台中市绘本创作比赛第1名，肯定了后。今年更加一路符合媒体材料创作去鹿港散步，又搁摕到第1名。校方表示讲，这个学校规划绘本的课程，培养爱读册、加美术有兴趣的囡仔，互因的天分有发挥的舞台。画甲真认真，伊是华盛顿小学6年级的丁立涵。去年班画结合水彩的夜市好好玩，摕到台中市绘本创作比赛第1名。今年搁以学校媒材创作去鹿港散步，搁一摆摕到第1名，嘛得到校方真大肯定。他就是很仔细的去观察、去做描绘，然后把整个故事情境脉络也非常吸引人。印象比较深刻的寺庙嘛，还有那个小巷，就那种很挤的小巷。第1本是用版画，然后第2本有除了原本的素描之外，还有再加色彩。丁立涵自细汉都真介画图，不管是伫厝内或者是出去，拢真介意画，嘛参加学校的绘本班。自锁定创作主题到选择媒材设计分镜，拢主动找老师讨论挑战家己，才会当伫2摆比赛拢摕到第1名。就要加一点点装饰，又不能太多，也不能太少，我就会感觉怪怪的。伊的目标是创作出一个册柜的绘本，就算毕业也是继续画落，要甲画图当作是伊调节身心的兴趣。